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律政司、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以及一幫國際網上仲調中心聯合主辦，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以及香港體育學院全力支持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啟動禮正式開始。過去2年，律政司咧同體育界、法律界可以話咧係非常之緊密合作，推出咗體育爭議解決嘅先導計劃，作為施政報告裏邊其中一個重點措施。而先導計劃咧係提供咗一個公平、高效、便捷嘅制度，透過調解同埋仲裁咧嘅處理體育糾紛，去促進體育產業咧能夠喺一個公平嘅市場裏邊咧係自由競爭發展嘅。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全力支持律政司、法律界同埋體育界共同推動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我哋嘅目標係喺建立一套中立、公平、高效嘅體育制度機制，妥善處理各類體育相關糾紛，保障運動員、教練員、體育組織同埋所有持份者嘅合法權益。好，跟住咧，我數3聲之後咧，就一齊啟動呢個重要嘅簽署咯。我哋正式簽署咗呢個合作備忘錄嘅儀式啦。咁今次好榮幸啦，我哋邀請咗唔同界別嘅4位專家，咁今日非常榮幸同大家一齊嚟探討呢個體育爭議解決，同埋見證呢個香港第一個有史以嚟第一個專門為體育爭議解決嘅計劃嘅推出。仲裁中心咧，除咗幫運動員之外咧，其實幫成個產業唔同嘅持份者咧都幫到手嘅。喺我身為 NSA 嚟講咧，亞非法嚟遲咗10年，佢一定幫到成個業界。其實我點解中意調解咧？因為係好講緊關係。因為點解世界好細嘅 ？OK， 你告完佢之後咧，咁點樣2年後你又見翻佢，咁你點啊面咗咗啊？咁其實好多時咧，但係關係好重要咯。我覺得長遠，如果香港想同第啲國家一齊做多啲生意同埋成咧，調解係一種好嘅方法，同埋我哋政府咧都推緊調解嘅。我哋香港調評會嘅名冊上面有149位具有專業體育知識嘅調解員，而仲裁方面呢，我哋嘅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HKIAC 咧，佢名冊上面已經有116位具有體育專業知識嘅仲裁員嘅。咁所以睇到我哋嘅架構其實已經係成熟啦，喺度啦。咁我哋如果有個計劃令到繼續推進呢件事係可以發生得越嚟越好，同埋幫到大家嘅。熱愛運動嘅朋友可能都有機會遇到一啲糾紛，唔知有啲咩途徑解決。咁我相信咧，通過我哋嘅合作，同埋我哋一路以嚟，無論係 ALCO 同 EBAM 啦，已經有好多培訓計劃去培訓香港嘅調解員同埋仲裁員啦。大家就俾熱烈嘅掌聲，我哋4位各界嘅嘉賓精彩，感謝個精彩分享，多謝晒。調解嘅 panel 啦，或者係仲裁嘅 panel 咧，都有成100幾人啦。咁但係我知道有總共咧，香港有好多好叻嘅仲裁員同埋好多好叻嘅調解員。咁只不過有100幾人係做運動喎。咁其實喺體育爭議同一般商事爭議係有咩分別咧？咁所以我哋喺呢個先導計劃，亦都係推出咗一個叫做先調解後仲裁嘅一個機制，就係希望運動員同埋體育總會可以喺一個雙贏之下，針對佢爭議咧，就揾一個獨立嘅調解員去先去睇下大家有冇一個可行嘅方法，就唔需要打官司啦咁樣。以前我哋講緊電視，我哋而家講緊 screen。咁你個 screen 翻到嚟嘅時候，究竟係電視嘅信號啊，係衛星嘅信號啊，係網絡嘅信號啊？咁隨住我哋香港喺體育產業化發展啦，文體旅局我哋都帶越嚟越多嘅體育盛事嚟到香港咧。轉播權方面亦都即係第時我哋可能會面對一啲更加多嘅問題。
咁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好直接關乎我哋體育界，即係點樣如果有爭議嘅時候，究竟係咪淨係告呢？好難告噶，8年啊嘛，大場比賽今晚8點開噶咯喎。當我哋做一個調解嘅時候，就會好過喺法庭上面啦。我哋所承受嘅嗰種心理壓力，或者係好驚媒體一報道就會影響到我哋自己專業嘅形象。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先導計劃對於運動員嚟講係即係多咗一份嘅保障。大家熱烈嘅掌聲嚇，俾我哋今日嘅 speakers。唔該晒。而家我哋有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體育專員蔡建斌先生 JP 為我哋作閉幕致辭。我好相信，好有信心，亦都期望先導計劃喺緊接嘅日子咧，都能夠茁壯成長，達到我哋發展爭議解決嘅一個大目標。我期待業界嘅持份者就先導計劃繼續積極互動，一齊累積經驗，令呢一套機制能夠有效落實，一同建設更完善嘅體育生態。多謝大家。